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樂天金市攻略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 Adrian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金價到達5000美元，長期持續上升嘅理由。畫面見到黃金同白銀嘅價格喺2026年1月，黃金正式升穿每盎司5000美元。喺呢個歷史悠久嘅黃金市場中呢，近年黃金嘅價格短短喺2年之內上漲2.5倍。而白銀亦都到達咗100蚊美金呢個重要關口，於是2026年1月成為黃金到達5000蚊，白銀到達100蚊美金呢個重要里程碑。跟住落嚟，我哋一齊睇下白銀價格上漲嘅原因。咁左邊呢個因素呢，就係黃金嘅價格上漲。黃金呢，作為貴金屬之首啦，佢嘅價格正如我頭先所講，已經喺近年上升咗唔少。黃金價格嘅上升呢，係會帶動其他同類型嘅貴金屬一齊上漲，白銀就係首當其衝啦。咁喺美國呢邊呢，好多個人投資者都會認為白銀呢就係窮人嘅黃金，因為升幅強勁，但係入場費就比較平。所以呢，黃金嘅上漲呢，亦都推動咗白銀嘅上漲。喺右手邊呢，我哋見到世界局勢呢，都會為黃金同白銀帶嚟一啲上漲嘅動力啦。譬如資源武器化嘅增加啦，經濟回暖嘅期待啦，ESG 環境、社會、企業治理嘅推動啦，呢啲都會令到白銀嘅價格一路上漲。跟住落嚟畫面見到呢，就係美元供應量 M2 嘅變化。自從1971年里克森衝擊之後呢，美元就唔再需要受黃金儲量限制，可以自由發行。喺40年間呢，貨幣供應呢係為咗發展經濟。但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同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亂之際呢，貨幣供應呢開始兼備刺激經濟嘅意義。喺2010年前後係高科技設備開始普及嘅時期。喺呢個背景之下呢，主要國家嘅領袖同市場開始要求更多經濟發展同刺激經濟嘅措施。呢啲訴求似乎奏效，美國 M2 嘅供應量呢已經開始增加，雖然近嚟有啲下降，係因應市場金融正常化嘅緊縮政策，但係過咗一排呢又轉為增加。接住呢，我哋一齊嚟睇下標普500指數同黃金嘅比較。咁畫面見到啦，喺2010年之前呢，黃金同股市係出現逆相關嘅，而且係喺有重大事件同埋高通脹嘅時候呢，股價通常都上唔到去。但自從喺2010年之後呢，市場多次克服下跌嘅衝擊，強勢上漲。相比起2010年呢，指數已經上升咗7倍㗎。咁背後原因除咗係企業業績之外啦，經濟寬鬆嘅要求啦，同埋資金供應量急增啦，都係令到股市急漲嘅原因。咁長期嚟睇呢，黃金到達6000美元嘅情況呢，亦都有機會出現嘅，因為呢民粹主義同埋高科技呢，喺軍事、一般同政治領域呢，都擴散咗一啲非傳統危機啊。點解呢？就係因為民粹主義同高科技嘅負面影響呢，會令到民主主義衰退啦，世界分裂嘅深化啦，資源武器化啦，長期通脹持續啦，同埋貨幣嘅不確定性增加嘅。咁呢類型嘅非傳統型危機呢，往往會造成一啲超長期嘅黃金上漲動力嘅。咁今日嘅分享去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可以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comment。咁我哋下期再見啦，多謝大家支持。